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来朝见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愿你的名被全地所传扬。世界是如此的不平静，有战乱、饥荒、瘟疫、烈火、暴雨等各样的灾难越来越频繁，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末日近了，我们要回转归向你。愿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再次用你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诸般不义，也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也愿意真心悔改，谦卑顺服在主你的权下。时候到了，也愿我们能够激发热心，一起起来建立肢体的连结，每一位都能够委身一个小组，在软弱的时候得到扶持，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安慰跟陪伴。主啊，在今天的崇拜中，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让我们的心中有更新的盼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来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8首。新灵粮诗选38首，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第1节是我们合唱，第2节姐妹来唱，第3节弟兄来唱，后边4、5节大家一起合唱。
弟兄来，带子爱子我，钉在十字架上，烧伤的恨了旁墙上，不发美丽光芒，也是不忍观看，如此残酷磨难，这有屈膝的都赞叹其恩典啊！一起来，拥戴和平之威，治理掌管人群，为源泉的征战自息，只有赞美祈祷，在你手上交接，天我温柔自愿，多多吐露芬芳甘甜，你掌权到永远。带万王之王，后面与希望，创造宇宙太空穹苍，生命无可测量，竟然为我死亡，使我得到释放，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向你敬拜颂扬。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宣告。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现在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149篇。诗篇149篇在旧约的671页。等一下，白色的部分由诗会来起，黄色的部分由弟兄姐妹来印。诗篇149篇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口中
称赞上帝为高，为要报复列邦，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要在他们身上实行所记录的审判。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国家、同胞、肢体，要向你来祷告，求你来纪念。我们要为着非洲国家南苏丹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能够得到救恩。我们献上祷告。我们也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育区台北卫理堂来祷告，为李新正牧师，愿你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以及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的选举来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法者以及立法者来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着台风过后的环境清理以及登革热的放置，我们要为着能够落实做好各样的措施、防护措施，我们为此来祷告。主也为着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这一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来用同诵祝祷文。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课，我们请宝华姐妹来为我们读出埃及记还有罗马书。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旧约665页，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旧约65页。出埃及记12章第1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1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1家1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1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1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定例。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13章8到14节，教会圣经本新约176页。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宝华姐妹。那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在新约的22页。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有智慧来读这段。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献诗，我们现在请诗班来为我们献诗。题目是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谢谢诗范为我们献的诗歌，愿神祝福。接下来是真道，本堂的牧师蔡伟文牧师要我们真道做判断前先祷告，我们把时间就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开始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新同工，是我们的神学生，陈淑妍姐妹，她是圣光神学院的学生，高硕2年级的学生。这个学期奉派到我们教会来实习，那我们期待能够对她做一些的帮助。各位如果知道她的背景会很惊讶，她是一个师母，那从印尼来台湾念书，她的孩子也很大了。那特别她有一个心志，就是希望她要为这个印尼当地的华人的教会，她希望能够参与在那个地方，她能够协助她的先生来牧会。所以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迎接到这个我们的师母姐妹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实习，将来她要回到她自己的教会来担任教会的传道人，让更多人因她的服事，因着她的讲道，因着她的侍奉，能够有更好的协助跟帮助，让灵命跟信仰更加的增长。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神学生祷告，期待他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帮助益处，将来也能够回到他的家乡，能够来服侍更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神学生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的淑妍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神学生，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她在这里的实习都能够一切蒙恩，使她在这里有所吸收收获之后，回到她的家乡，能够将所学的用在她的家乡当中，使在家乡里的华人，在家乡里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得到益处跟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他的家人工作生活都一切蒙恩，他们无论在哪里，祝福也随着他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的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好，也许我们没什么机会去当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宣教士，让他可以回到他的家乡，可以有更好的服事。所以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环境有非常美好的机会。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国外宣教，但是我们身边也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从印尼来的，或是从越南来的，或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台湾的这些的其他的这些的外地的侨民。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在外地来到我们当中寄居的人，让我们也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祝福跟帮助。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虽然不能够当宣教士，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宣教的事，了解意思吗？我们不能当宣教士，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宣教的事。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近我看到有一张图，我想应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这里面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黑黑的这两只动物应该是驴子，因为驴子的耳朵比较长，而且又吃草。各位有看到什么当中的猫腻吗？两只驴子绑在一起，对不对？他们要去吃自己的草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两个互相绑在一起，这个要去吃的时候，另外一个把它绑住，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离开。那另外一个要吃的时候，另外一只也没有办法离开，所以两只驴子都各自吃不到自己的草。
然而，当他们开始发现，我们可以合在一起，一起去吃这一边的草，吃完之后，我们再到另外一边去吃，那2只驴子都可以得到益处，2只驴子都可以吃到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发现事情有拉扯，事情有一些的没有转圜，或是事情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不一定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没有同心合意。听得懂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去顺服别人，有时候我们想要别人顺服我们，所以互相彼此的拉扯。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话，叫做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也许我这一次可能先顺服了这个人，下一次换我主导的时候，我来带领他做这个事情。所以不一定要照谁的方式才是对的。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也许每一个人的方法做事的方法都有一套，都很美，所以不一定要谁先听我的，或是谁先听谁的。有时候彼此顺服是需要学习的功课，特别像朋友当中也是一样。各位如果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朋友吃饭，我们这个现在叫做财务自由，知道吗？财务自由的意思就是，我有钱，我请我的这个朋友，或是我请我的这个好兄弟吃饭，下一次就换我的好兄弟来请我吃饭。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可以得到帮助，每一个人都彼此能够得到很好的益处。所以彼此的拉扯，让2个人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但是能够彼此的顺服，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就像这2只动物一样，当他们愿意去顺服另外一边的时候，那么2只动物都可以互相得到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工作职场上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的同事他的意见恐怕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用比较开放的心去包容跟接纳这一切？各位如果知道，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欧洲有一个将军叫做艾森豪，不晓得大家有听过这个人吗？他也当过一任美国的总统。各位知道艾森豪的幕僚当中，曾经有过一个人常常跟他唱反调，然后这个艾森豪的这个幕僚长非常的不高兴，他说为什么这个人常常跟这个长官对着干？所以他就跟这个艾森豪说，这个将军，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开除了啊？这样你的做事就很顺了。但是这个将军他居然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的话，那何必要我做决定呢？如果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那就不用做决定了。那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可以让我可以思想的更仔细、更透彻，所以让我不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别人可以跟我们意见不一样，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看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接受别人的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建议，但是不是代表讲话直就是没有礼貌？听得懂牧师要表达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很直接的建议，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有礼貌的对待人家。没有礼貌跟讲话直是2回事哦。听得懂意思吗？我们讲话可以很直接，但是不一定叫做没有礼貌。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讲话直接，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教会，很多人对教会有一个期待，教会可能像是一群圣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可是各位，事实上，教会不是圣人聚集的地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罪人，一群认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勇于认罪的罪人，他们聚集在这里的地方。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这样的笑话，就是如果你要找好人，那么请要到监狱里面去找，因为监狱里面的人都会告诉你，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好人。但是要找罪人去哪里找？请来教堂里面找，因为教堂里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知道有罪。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罪，
所以我们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人，让人可以改变调整，包括我们自己也需要接受别人的建议，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改变跟调整。所以教会里面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彼此互相的激励，彼此互相的帮助，彼此互相的扶持，但是彼此互相的督导。各位知道，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互相绕开，求进步，对不对？互相漏气一下，哎，你看你做错了啊，你看你是哪个地方不好，互相漏气一下，但是让彼此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忘记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个漫画我觉得相当有意思哈。很多人以为说，在教会里面就是头上戴个光环，有没有？两个人彼此你好我好，这个就是教会的样式。事实上，教会真正的样式是什么？是这个像刺猬一样，有没有？这个人刺这个，这个人刺那个，但是彼此还是要互相的抱抱。各位有看过刺猬吗？刺猬其实就是身上都发刺的，但是两只刺猬在一起的时候，它要接受对方的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完美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刺。也许我们自己也有刺，可能我们的刺刺到别人的下巴了，但是别人的刺可能刺到我们肚子了。可是还是要彼此的包容跟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教会里面美的地方。所以教会里面不是一群圣人的聚集场所，教会里面是我们彼此相爱，而且知道我们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很多人说天国在哪里？天国是看得见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要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天国，所以我们说天国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稍微看到，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各位知道，如果去 Costco 的话，各位知道那个有试吃的东西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试吃的东西？因为试吃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这个东西这么美味，那我想要去买这个东西。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试吃品。当我们试吃了之后，哎呀，尝尝主恩的滋味，真是好美啊！我好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天国美的地方。但是有很多时候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是，如果他上天国的话，我就不要去那里。听得懂意思吗？很多人说什么？那个某某人如果上天堂的话，我就不要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会心里面跟弟兄姐妹会彼此有一些芥蒂。哎呀，你看他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人又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会去有一些的批判，或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的彼此的攻击，只是因为这个人的想法或是跟我做事的方法有一些不一样。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年前我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神学生刚毕业，心中蛮有期待，热血青年，想要有一番作为跟事业。所以第一次被派到教会去的时候，刚好就是第一次就派到桃园去。我从桃园下来是第二次的，所以我是重新再进去回国的。第一次就派到桃园去。各位知道，第一次做礼拜的时候，第一天做礼拜，当然心里面热血澎湃。哇，这个神学院里面学到这个很多的装备，我应该要上台要表演了。结果在聚会礼拜前5分钟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教会里的司琴跟诗班的班长发生冲突了。你知道那个冲突非常非常大。那个神学生是司琴的，然后诗班的指挥是教会的会友。然后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做礼拜前5分钟，大家应该要安静等候要做礼拜的时候，两个人开始吵架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神学生他就来到我面前跟我讲说：“传道，你要挺谁？听得懂意思吗？你要挺谁？告诉我你要挺谁？我们是一挂的，我们是同校的，我是你的学妹，你要挺谁？”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太尴尬的场景，我要挺谁？太难了。一个刚毕业的神学生，我无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冲突。
这个时候，各位知道上次有教大家一个祷告，知道吗？各位知道刚刚在几周前我教大家过有一个祷告叫箭祷，有听？好像大家没什么印象的感觉。箭祷是什么？箭祷好像射箭一样，知道吗？彼得说什么？主啊，救我！那就是箭祷了。当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要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他跟主祷告什么？主啊，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很紧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要记得用这个方式：主啊，救我！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快用这一招：主啊，救我！然后这个怎么办？人家要我们去看看支持谁嘛？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跟这个神学生讲，我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是上帝的孩子。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服侍谁呢？所以后来这个神学生他就退下来，他就接受被这个诗班的指挥来带领跟安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要处理教会冲突的时候，都是相当紧急跟相当小心的，因为你只要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你真的挺了谁，可能另外一边就不好过了。所以教会里面不是要挺谁的，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能够我这次听你的，下次我们协调一下，是不是换你听我一下，可以改变成什么样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得见的教会，要让我们看到那个看不见的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个看不见的天国吗？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是一卷也不能说很特别，因为各位知道圣经有几卷福音书，知道吗？如果不晓得的话，欢迎这个中午来上牧师的这个圣经中览课啊。好，圣经里面有4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好，为什么有这几个？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因为作者是谁，他就写哪一本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是谁写的，知道吗？马太写的，对不对？好，马太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马太是税吏，但是马太自己本身又是什么？犹太人呢？好，所以马太写马太福音给谁看？给犹太人看，给犹太的什么样的人看？犹太基督徒看。了解意思吗？让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所以马太福音写给基督徒看，而且是犹太基督徒，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弥赛亚。对不起，当时没有旧约圣经，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马太福音描写耶稣是一个君王，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君王，他是掌管这一切的。所以教会就是他掌管的地方。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外面的世界也是上帝掌管的地方，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特别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在他们当中掌权。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上帝的国在哪里？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愿意顺服上帝的人，你就在上帝的国的里面。所以上帝掌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教会如果是上帝掌权，那么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当中，并不代表我们弟兄姐妹就会彼此和睦跟和好。教会是团体生活，所以总是一定会有一些团体当中的纠纷的。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些的门徒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纷争、有纠纷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请大家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经文15节，一起念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好像感觉上，这里的感觉好像听起来像是什么你的弟兄不小心撞了你一下，不小心踩到你的脚不小心好像对你造成有一些个人性的伤害然后你就要这样做。其实不是的。
各位如果看原文的圣经里面的话，这里的得罪意思就是因着他的一个犯罪，以至于让你受到了亏损，或是让你受到了伤害。那么你应该怎么做？这些亏损跟伤害不一定是只有指着说好像你身体上的伤害，像刚刚提到了，你可能不小心踩到人家的脚了，你可能不小心把人家撞伤了，不是指这个，而是指什么？有一些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出于无心的，或甚至讲话的方式没有修饰，或是没有一些的节制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言语上伤害了别人，或是让人家名誉受损了，或是让人家感受不好了，以至于这个人他就开始信心软弱了。那么我们需要去被提醒，告诉这样的人，你应该要改变你的方法。可以了解意思吗？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一定会去拿刀砍人。教会如果拿刀砍人，那很可怕，对不对？教会里面不会拿刀砍人，教会里面也不会说，这个对待人家不好，恶待或是暴力的对待别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的、不小心的，从我们的口舌里面就出了伤人的话。各位，伤害别人，刀伤可以很快可以医治，最少1年就可以，可能看不到那个伤痕。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但是如果是心里的伤，恐怕3年都无法得到医治。当人心里面受伤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小心的讲了一些的话，让人受伤了，或是把一些人的秘密传递出去的时候，就让人受伤了。有些人他们会信任我们，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秘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在教会里面是没有秘密的。当你告诉人家说这是我的秘密，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好，然后这个人出去的时候，又会再告诉人家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人。”然后这个人又会再继续传下去，然后到最后你就发现，为什么我的秘密全部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因为我们真的在口舌上、言语上，真的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误。而当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醒、告诉这些传话的人。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项罪是很可怕的，那个叫什么？往来传舌，知道吗？传舌。当你传递一些不好的讯息给别人的时候，有可能那个讯息会发酵的。各位知道台湾话有句话讲叫做什么？假米会减，假话会加。听得懂意思吗？你寄东西到别人家里面的话，东西会少掉了；但是你把话寄在别人那边的时候，话会更多的增加。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教会里面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事，但是常常在口舌上、言语上，我们可能会得罪了人。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或是我们感受到被得罪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好，这里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他说，当我们只有跟他一个人的时候，要提醒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啊，你好我好，我们不要去产生冲突，所以我们不敢去指责别人。其实，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彼此督责，彼此来帮助对方，让对方能够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你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去指责人家的错，那个公开的场合是不得已的，要等到很后面的时候，在私底下的时候，你需要先跟对方来讨论，跟对方来理解，让对方能够知道，哦，我需要调整跟改变了。各位知道有一种情况叫做，台湾话有句话你知道叫做“更小灯秀气”，知道吗？有时候你在公开场合里面去指责人家的错的时候，人家会更小灯秀气，所以反而就达不到效果。所以需要做什么？需要私底下的能够先做这样的事情，提醒对方这样做比较不好，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些的调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要有这样的包容力，就是彼此互相的督责，能够彼此互相的提醒。你这样做可能不太好，是不是？你稍微做一下调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同时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失焦了，我们需要被别人提醒。
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我家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的人，就是我们家太太。有时候我们家太太就会提醒我，你刚刚讲那个话不太好，要小心。你刚刚讲那个话可能会伤到人家。所以如果能够有人提醒你，是一件好的，是一件对的事情。教会如果有些人会提醒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要为这样感谢上帝，因为有的人是凭着爱心来跟你说，希望你能够调整这些事情，帮助你，让你更加的成长。所以各位知道，成圣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听得懂意思吗？成圣是每天不断的在修正自己，每天不断的在调整自己，而不是我一下子就成为圣洁的完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被调整。好，所以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各位，我们很多人很会当基督徒，但是很不会做人。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很会当基督徒，但是我们很不会做人。我们很会读圣经、祷告，但是我们在对人际关系上，我们恐怕有很多地方，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信主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除了学习怎么样去服侍上帝，我们也同时学习怎么样去爱人。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爱上帝、爱人，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需要去持守的。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同时我们要跟人有横向的连结。所以十字架不是只有单一线的，十字架还有横向的连结。人跟人之间也彼此在信仰当中互相的扶持。好，那万一他不听话的时候，万一他不听你的劝诫的时候，那怎么做？下一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16节，一起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自己说话告诉这个人，他可能不接受，因为我们的说话技巧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找2、3个人能够陪着你一起去说，可能就会稍微有点改观，或者是调整，或者是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牧师很会讲话，其实牧师很不会讲话。各位知道，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我知道好几次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发现有些人很厉害，他讲的东西跟我是一样的，可是别人就会听进他讲的话，但是听不进我讲的东西，恐怕是技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2、3个人一起去跟对方说？因为也许是我讲话的方式不甚好，所以可能另外一个人的方式是他可以听的。以前我在嘉东，我们去开拓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办夏令营。去办夏令营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在劝某一个这个学校的老师吗？还是校长的时候，对方无法理解我要讲的东西。那但是我们另外一位传道去跟他讲的时候，居然这个校长就接受了。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你讲的可以，对方可以接受？所以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人家讲人家不听，有可能是我们的表达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需要找2、3个人跟我们一起去跟对方来说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不要放弃去跟对方劝说。如果这个人需要被劝醒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放弃了这个人讲不听，这个人讲不听，就说不要跟他讲了，不要放弃。我们再找几个人再跟他去说。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的。上帝不是要听道歉的话，而是要悔改的心。我们希望的不是只是听到对方的悔改，这个道歉的话，希望能够是真正的有改变跟悔改。都知道，其实要改变，人要改变相当不容易。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要改变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上帝要我们不是只有口语上面的道歉，而是要心里面的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心里面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说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心里面我们仍然是按着自己那个错误的方式去做。各位不要小看那个旧的方法，旧的方式常常是我们习惯的做法。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各位讲到那个我的摩托车
有一次晚上，我跟师母去逛街的时候，我们骑摩托车，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在停红灯的时候，他就提醒我：“年轻人，你那个车尾灯不亮了。”你知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他说要小心，警察可能会这个来登记这个车子没有车尾灯。好，那我一直记得。好，可是各位知道那种习惯会一直持续的。我等到领薪的时候，我才有钱去换车尾灯嘛。然后等到我去换车尾灯完了的时候，你知道每次骑车的时候，我还是要看一下车尾灯。我很担心我的车尾灯好像不亮，其实已经改了，已经会亮了，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怕它是不亮的。有时候我们很习惯那个旧的模式跟思维，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安全，好像还是没有变，好像还是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改变了，那个改变是你的行为跟你的思考都已经改变了，就不要再被过去的东西绑住，认真的在上帝面前有悔改的心。好，所以17节说，如果万一再不听的时候怎么做？17节，我们来看一下17节，一起念来。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当我在查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本来我的想法、我的思考就是，圣经里面对外邦人跟税吏是负面的，所以意思应该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再不听教会的话，那是不是就把他当作丢掉他好了，就不要再理他了，或者是就把他放弃了这个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会友了，会是这样的想法吗？后来我查考了天主教的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很有意思。他这里提到的所谓的外邦人跟税吏是指什么？是指的意思就是说，把他当作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重新再把福音传给他。能够了解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吗？我们把它当作税吏跟外邦人是什么？不是要把它割掉撇弃，而是什么？重新再把福音讲清楚，让他能够认识福音，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他是外邦人，他是税吏，所以不要他，并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锲而不舍，持续不断的来去挽回那个失丧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永远不要放弃。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写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是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万一得罪我们或是伤害我们，然后彼此当中教会里面有不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他，以后就把他当作像外邦人像税吏一样？不是的，而是要像他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再重新的把福音传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前面一段，各位知道，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一段，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你翻前面那一段，马太福音里面写的刚好就是失羊的比喻。各位听过失羊的比喻？100只羊里面少了1只，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写的这个100只羊少了1只的场景，不是说我们去找外面的人回到教会里面来，这是路加福音写的。马太福音里面写的失羊的比喻是指什么？是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把他找回来？我们能不能够再把他带回到教会里面，带回到上帝的羊圈里，让他重新的回到我们当中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永不放弃，上帝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即使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上帝仍然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常常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有属灵健康的，能够持守纯正信仰的教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姑息，但是我们还是有爱心在这当中。公义跟慈爱在教会里面要一起有，但是慈爱不是姑息，慈爱如果没有公义的话，就变成是姑息了。所以当我们能够有公义的时候，也要展现慈爱；能够有慈爱的时候，也要记得常常要督责跟提醒人，让人知道不要再犯罪了。
或者是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马太对这个比喻里面，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捆绑跟释放很难理解。但是各位，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可以理解。捆绑的意思是定罪，释放的意思就是赦罪。所以，如果我们把定罪跟赦罪放进去，这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把捆绑，用定罪来说，然后释放用赦罪来说，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定罪的，在天上也要定罪；凡你们在地上所赦罪的，在天上也要赦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包容跟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赦免，在天上就要得到赦免。可是，如果我们在这地上定罪，在天上也同时会定罪。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多饶恕跟赦免，而不是多给别人定罪。让我们少一些的捆绑，多一些的释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里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书4章2节，一起念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上帝帮助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有时候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总要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告诉别人错误的时候，我们需要先为他祷告？有时候我们要反省，如果我们在定罪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人祷告？或是我们说这个人做错了，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我们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得罪你，地上有2、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上帝就要为他们来成全。那个成全不是定罪人，而是要带来饶恕跟赦免。好，所以祷告是把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交在上帝的手中。跟这个弟兄有一些的嫌隙冲突的时候，让我们用祷告来解决这些问题。好，所以耶稣再次的强调，2、3个人的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再来看20节，一起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哪里有2、3个人聚会，在那里就有耶稣在他们当中。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韩国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教会里面祷告越多，抱怨就越少。但是如果抱怨很多，表示我们祷告很少。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听到的抱怨很多，表示我们祷告缺乏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就比较没有听到抱怨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而不是让这些有抱怨的人，他好像这个硬要把他压下去。不是的，而是我们用祷告来解决问题。所以基督徒的成熟不是在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在乎怎么样去处理跟解决冲突的地方。假设如果我们是很成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应该要更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冲突的问题。所以合一必须是在真理、相爱跟顺服圣洁当中来合而为一。所以不是去含糊的去包容，而是在公义当中有慈爱，在慈爱当中也有公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待人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味的好，而是也能够提醒人。提醒人也是为了好，为了让这个人可以更好。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被别人的提醒，别人在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被提醒，而我们也有勇气去提醒别人。
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教会是属灵弟兄姐妹的联合，所以教会是一体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基督徒不是在乎彼此的争斗，看看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好，而是我们彼此互相的服侍跟帮补。所以教会不是我们去选的朋友，教会是一群弟兄姐妹。教会是属灵的弟兄姐妹，是跟我们一起同有一位天父的一个团体。求主给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个，教会圣徒彼此互相的谦卑顺服。所以刚刚提到了，不是只有听哪一个人的，而是彼此跟互相。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会看到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和好的地方，不是只有谁听谁的。教会没有强人，教会应该是彼此顺服、彼此饶恕、互相的劝诫。所以耶稣不是要找一群卫理公会的会友，耶稣要找的一群是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常常提醒这些跟他的人说：“来跟从我。”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里面活出耶稣的生命，而不是只是像某一个宗派的会友。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这些的骄傲，放下这些的自我，让我们能够谦卑舍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就是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的样式。第三个，教会对人的判断要谨慎跟慎重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的去批判别人，或是论断别人。唐崇荣牧师这样说，他说：“一个不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不可以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因为那个是很不相称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行。所以祷告是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完全，我们需要时刻上帝的恩典。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冲突是免不了的，如果各位看那段经文，冲突是免不了的，但是怎么样让冲突能够有一些转圜的余地，能够把失丧的人、把受伤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接纳回来，或者是离开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接纳回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透过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回医治，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接纳的教会，一个包容的教会，一个有爱的教会，但是也是一个互相彼此督责的教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祷告不是叫上帝工作，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一起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祷告，我们为哪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也跟上帝一起工作，不是只有让上帝动工。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哪一个人离开教会了，因为某一些事情，是否我们也可以去把这个人再一次的找回来，让他再一次的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接纳人的团体。也许这个人他因为受伤的缘故离开，但是让他能够被爱找回来，回到教会里面来，重新来得着上帝的爱。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永不放弃，因为上帝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他的孩子。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也许我们常常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我们有得罪人的，有得罪上帝的。愿你都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一个接纳跟包容的教会，但是也不容许罪在当中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有公义，同时也有慈爱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祝福我们，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能够得人的教会，能够差遣人的教会。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今天也让我们学习如果是教会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要怎样子来去面对、去处理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力量诗选的300首的第1段，与主合一。
生也为我生，主宝血为我流，因悲乃主自己为我设立，主亲受过责备，主亲自你责备，我是何者疲惫，与主合一。好，接下来是圣餐，请坐，就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很抱歉，上个礼拜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周主日圣餐主日但是因为宣布让大家不用来到教会里面，但是心里面有冲突，因为其实那天早上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发现外面其实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呢，下午的时间风雨又开始大，所以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冲突，就是这个已经宣布了，要不要再这个叫大家再来呢？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的挣扎。当然后来为了安全考量，还是就接受事实。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面临这种，有时候我们心直口快，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可能很直接，没有经过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些话，或是做了一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别人，让人家感受不好。我常常讲一个事情是，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就会做得比较好，其实牧师不见得做得比较好，有时候我们反而做的还不见得比弟兄姐妹做得好，有时候我们彼此会相恨。各位可能无法了解说，牧师之间彼此可能会相恨。为什么要特别把速度放慢，讲这么重的话？是因为有时候我常常在反省说，我们牧师之间彼此都不相爱，我们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牧师要带这个圣餐前，其实心里面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要认罪悔改一件事情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牧师们当中，其实各位，我们的教会已经快要60年了。60年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跟这个教会一起成长快60年的时间，你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完美，有很多不完全。我们牧师当中也有很多不完美跟不完全。我们站在台上，好像感觉上道貌岸然，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彼此相恨也很多。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牧师要讲这个，我不是要定罪说谁怎么样，并不是，而是反省我自己。有时候我也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你看这个人怎么可能可以当牧师呢？但是事实上，上帝也给我有机会。我跟各位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跟上帝这样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要成为神学院第1名毕业的人，然后被总会这个送到国外去念书，回来当老师。我要把那些不合格的人砍掉，他们不应该来当传道人。结果你知道，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什么样的声音呢？他说：你这个死人啊，你不知道你也是个坏蛋吗？你不知道你也是个坏蛋吗？我都还尚且用你，你为什么要去评判我要用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罪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其实我们没有，其实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牧师会不会有冲动的时候？当然有啊。我常常讲说，这个停车停好好的，然后看到人家闯红灯的时候，我也很想闯过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可以得医治。愿上帝帮助我们。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守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发圣餐的时候，我们这一次的礼拜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来到台前领受。来到台前领受的意思是，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来求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一样为了防疫的缘故，我们会有小同工帮大家来喷酒精。那我们拿到饼的时候，请我们会有2组的同工在这边。你拿到饼之后，用饼来沾葡萄汁，然后马上就入口吃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坐下来，让我们能够领受之后回到位置上，然后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当我们有得罪上帝、有得罪人的时候，让我们用谦卑忏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惠，
得到赦罪的恩典。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弟兄姐妹就预备好，能够来到台前，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你们等一下先领，你们先沾饼杯吃，然后再发给其他人。楼上是 OK， 对，这个二楼。好，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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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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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病。依然是饼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饼杯。我们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恩惠。请我们从中间走到进来，然后从两边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从中间的走道，我们往前来领受饼杯。那领完之后，我们沾了杯，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让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上之后，我们就预备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自己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沾一点点就好了哈，不要整只手指头沾进去啊，沾一点点就好了啊。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请4楼的弟兄姐妹也下到楼下来，一起来领受哈。我们是一体的，所以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好，领完之后，让我们就从两边的走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哈。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一道也可以，这一道也可以啊。我们有2个地方可以领餐，这边两边都可以。一样，我们手沾了杯之后，就可以直接来使用。领完之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我们就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可以成为和平之子，成为一个领受上帝祝福跟恩典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领完之后，我们就从两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边，思琴这边。好，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领圣餐，但愿我们不是只有道歉的话语，而是我们有悔改的心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彼此需要饶恕跟赦罪，求主饶恕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领受饶恕跟赦免。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念经。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拜到这里。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2段，与主合一。让我们一起仍然站立，我们来做一个诗献的祷告，也请诗献的同工们来到台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你也让我们赐给我们丰富的所需要。主啊，这个时间我们也把从你所得到的一部分奉献给你，用在事工上。求蒙你的悦纳，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请坐。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
好，让我先介绍两位夫妻，韩景元还有蔡雅英夫妻。欢迎你们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的啊！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当我们唱到第2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起立问安。让我们回座哈。好，接下来有教会的事工报告，还有一些肢体消息。那简单的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天呢，主日，今天1点30分的时候啊，召开9月份的执事会啊，请执事们、执事同工们预备起来参加。很高兴我们今天欢迎圣光的神学院的神学生陈淑妍姐妹哈，来到本堂担任实习传道。那我们继续的为她来祷告。她目前呢要安排在儿童还有青少年的服事上。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呢，有成人主日学，那有3个课程。第一个是五小经卷，是在201教室，然后圣经中览呢是在6楼，是伟文牧师来担任的。另外就是诗歌享析，那是在1楼的副堂。那希望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一个课程。好，另外就是教会的制服学院的开学是在10月2号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来参加。好，另外就是补充一下，就是在下一季的那个服事的服事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上。如果是弟兄同工们可以去看一下，需要调整的话，要请就是告知办公室做一些调整。今天呢就简单的报告到这里。牧师有没有？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天之下。
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使我们无论所到的地方都带来和睦，带来平安。让你的喜乐也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使人带来喜乐，带来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请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如果是有病痛、业务上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或者是到台前，牧师为你们祷告。